乡亲啊，继续来讲空气污染，除了会伤害咱的肺部，嘛会伤害咱的心脏哦。国家卫生研究院公布一份追踪10年的研究报告，证实讲空气中有效的负粒仔 PM2.5，甲欠血性的心脏病、甲中风等等的疾病有真大的关系。讲伫个 PM2.5的浓度愈悬的地区，中风的几率嘛对咧增加。 空气贵阴蓬蓬，伫咧空气内底常在看到空气污染，你可能就是敢若会伤害到肺部，毋过嘛对心脏会受到威胁。国卫院提出研究报告，空气污染和慢性病死亡率有关系。追踪10年来 PM2.5高度，已经减少每立方公尺10.23米克，肺癌、血糖病、欠血性心脏病死亡率2降低，其中中风减少的趴数上较显薄，达到7.3%。也就是讲，空气污染的高度若愈悬，中风死亡风险嘛加悬。悬浮微粒可能会透过你的呼吸道进到你的血液循环，久而久之，你的血管产生慢性发炎跟身体的发炎，而造成的血管的硬化及斑块的形成。医师解说，咱人去受到 PM2.5，这真就会有粒仔对透过气泡，为肺部走去心脏血管，佮借由血路循环流到规身躯。关键伫咧微胶细胞活化，会引起发炎反应，血管会阻塞。 致使动脉硬化，甚至是欠血性中风。所以老人的这个肾脏病的病人一定要严防这个 PM 暴露在高暴露的这样的一个2.5，不然会引起缺血性的这样的一个因为慢性肾脏所引起的缺血性刚才讲的心脏病。不过，若高龄族群爱说哩，国卫院研究阁发现，长期徛踮伫咧空气污染环境，肝癌患者活落来几率恐惊降低，糖尿病患者嘛可能增加3大风险，包括腰子过滤功能变歹、视网膜病变和卵白瘤增加。每立方公尺这个升高这个10毫克，那可以增加14% 的这种。 魔性肾病就是魔性肾脏病的这样的一个几率。医师公卫专家提醒，若是空气品质歹，就要刮嘴暗，尤其是高风险的族群，尽量踮伫咧厝内运动，嘛要加注意天气变化，可会增加心血管疾病意外。Hello， 我是庄宇杰，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赶快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